有时候我也迷惘，问明天会怎样。情绪像潮水，乍以为世界只剩我在抵抗，但心里突然亮一盏光，提醒我再看看他人眼眶。原来每个人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模样。亚里士多德说，幸福不是梦，是每天一次的选择与行动。向内找到真心，向外看见共同。我慢慢懂，用原来成长需要心再放得更广。我站在更大的世界，才知道我并不孤单。每一步学着理解，让善意把距离缩短，换一个角度去看，问题就不再那么难。原来成熟不是逞强，而是愿意多为他人想。我想着更亮的明天，让希望陪我勇敢。幸福不在远方，就在此刻的选择里发光。这一次我要成为自己的方向。有时候我也会怕在选择中跌倒，但时辰只会告诉我，勇气不是不会害怕，而是知道新的中道在冲动和退缩之间找到步伐。一步一步我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，每一次和你说话都让我重新想，原来理解他人也是照亮自己的灯光。我们都是未完成的形状，在关系里慢慢变得坚强。我站在更大的世界，才知道我并不孤单。每一步学着理解，让善意把距离缩短，换一个角度去看，问题就不再那么难。原来成熟不是逞强，而是愿意多为他人想。我想着更亮的明天，让希望陪我勇敢。幸福不在远方，就在此刻的选择里发光。这一次我要成为自己的方向。当我愿意停下来，听听别人的感慨，我才明白共好比独自竞赛更精彩。因为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存在，一起生活，也一起学会爱。我看见更大的世界，正等着我去展开。我愿意带着的心前进，让心变得更震慑、更慷慨。当我学会为他人着想，我也被世界温柔拥抱，一步一步走向幸福的形状。我